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，只要花上130元人民币，就可以享受100分钟的竹筏漂流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让师傅把竹竿给到你，你可以亲自划竹筏。还可以花费1元的人民币，买上一袋鱼食，配喂给小鱼吃。划竹筏看着十分简单，实则是非常困难的。它不仅考验你的体力，还要考验你的技术。他们那个就是上流，我们现在这个叫做下流。武夷山除了著名的竹筏漂流以外，还有它山上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看。另外，武夷山的茶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下期给大家来认识一下武夷山的茶。